同款是车祸的消息，昨暝伫咧台中，阁有人食酒塞车，结果去弄到一对骑乌多摆的白仔囝，人倒伫涂骹，这个驾驶毋若无落车甲关心，甚至是直接驶走，也这乌多摆就安尼卡伫车底，一路拖数百公尺，最后是导火烧起来，无法度继续驶，这个驾驶才互民众救落车压制。 一台乌多摆伫咧江汉路路口准备要倒发，不过对向一台轿车，拢无打动啊，直接弄到乌多摆。骑乌多摆一对白仔囝被弄飞起来，倒伫咧涂骹。乌多摆卡伫咧轿车车底，不过这台车都无停落来，油门水就逃走。受伤的那个李明呢，还好，他是骨折，没有生命上比较没有危险，只是要疗养调养这样子。那儿子也受伤，身上也是受伤了，不过儿子还好，还没有什么大碍。 代志发生伫咧11暗10点外，这台车就安尼车底卡一台乌多摆，一直向前驶，乌多摆一直伫咧涂骹磨，一直冲火驶，互人看到就惊。有热心的民众伫咧后壁，伫到600公尺外，刚好离过一个一角式主体地下停车场的路口，车驶袂振动啊，车顶4人的驾驶才互其他民众诱来，后座伫咧涂骹。车子已经起火了，他人还不愿离开车子，啊，我就看他已经就下车了，啊，他还不愿离开车子，我就从他那个地下道车道车旁那边把他拖上来，把他压制在地。经查为驾驶酒后驾驶自小客肇事逃逸，后续因车体摩擦燃烧起火，引发火灾，现场立即逮捕嫌犯1名，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侦办。 因为车倒火了，火愈烧愈大，真侪大路的住户对徛家喷水斗相共拍火，要消防队赶来现场把火拍花。警方赶来现场也逮捕这个驾驶，伊的酒测值是0.68，幸好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